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教育小朋友的方式嘛，甲以早有真侪无同。安平同济会特别伫今年协同台南市教育局、甲四间国小做伙来做品质教育落实的计划，并捐赠2种曾经分别得到过60座国际大奖的3D 动画教材120套，希望用甲素养的课程来做结合，透过活泼的方式来教育学生。今年有4个学校来加入我们的阵容，包括我们大港国小、我们大桥国小、二溪国小以及我们竹门国小啦哈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看品德教育的部分是一个长久的工作。那很感谢我们同济会看到我们老师的努力，让它成为一个社群。老师有社群之后，就会从我们目前所发展的教材里面，再做更多的一个教学上的一个互动。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道德伦理观念不好，所以我们找一个机会来发起了这个活动。那目前我们已经捐了4所学校，那我们希望这个的品德的扎根计划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，而不是只有今年而已。透过活动，希望会当呼吁现代社会必须爱护正确的道德观念，佮善良的美德。自囡仔细汉就开始注重，对五育的排列，会用互人了解到，做任何代志拢必须爱先有好的品德。我想人一生就是要从品性开始，从小扎根。基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础教育如果是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，我想它会带动你，影响到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。我们都会看得到，教育没有办法去做量化，品德教育它会看得到实质的改变。这实质的改变力量无远弗届，未来这些孩子将来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栋梁。那品德教育是孩子扎根的核心。议员林美燕佮蔡旺全嘛来到现场，并透过活动来强调品德教育的重要性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